大家好啊！今日係雲端命理研究所 Ryan 師傅，即係我本人啊，同大家分享名人八字啊。張敬軒啊，今日講點解啊？最紅係佢啊！呢幾日唔講佢，真係講唔到邊個。好啦，咁我哋八字咧，第一樣嘢啊，係一個八字最緊要知佢金嘅日元，即係佢性格特質啊，佢本人啊係金嘅屬性啦。跟住咧，睇佢月令係咩？生丑月，即係印啦、雙啦、劫啦。好啦，呢個月令有冇嘢扣出嚟？扣咗個幾喎，即係喺月柱嗰度扣晒出嚟喎，亦都係印。咁佢呢個格局就印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睇呢個，因為年柱係代表佢嘅祖父啊、爺爺啊，或者老闆啊、大公司嗰輩啊。亦都係金大身有support，超強，好似小道消息話佢祖父嗰一輩係廣州軍區唔知高層定咩啊，跟住係咯，佢娛樂公司嘅老闆有金身，真係有晒 support，真係好強嘅。嗱，咁我哋就睇佢大運啦。咁佢細個嗰陣時行金印行財，唔知佢時辰啦，但係可惜喎，求唔到天啦個財。咁可能佢讀書啊 OK 啦，又唔係話好叻。然之後可能同佢爸爸都親啲嘅，即係關係幾好啦。跟住到下一個運月財啦，咁都係木，咁上邊又扣唔到出嚟，都係讀書 OK 咯，又唔係好叻，又唔係好屎。好啦，到2002年啦，先係戲肉。好似話嚟香港發展啦，任神食傷，兼任財傷，金變人。十天干嚟講咧，金你想象佢100件一個武器，佢埋藏喺一個泥土，咁任咧就沖晒啲泥土，即係沖乾淨嗰把劍，即係步驚雲嗰個絕世好劍啊！大家睇風雲就知啦。食傷出嚟印起咩啊？食傷啊嘛，咁樣喎，順身喎。而呢個印沖到佢之餘啦，即係沖到佢靚粒粒靚之餘咧，都沖埋佢老闆謝星體啊呢個，咁兩個都發揮到出嚟。咁好似2002年，即係嗰位老闆有咩 Prince 啊、霆鋒啊、冠希啊，個炸人咁樣一齊爆紅啦，咁樣咯，出晒嚟啊，靚啊！跟住佢好似2002年、2003已經攞咩最佳新人獎，跟住金獎，然之後喺2007年爆紅啦，好愛少忘書，即係02呢個運食傷呢個運，哇，簡直掂個碌蔗，當紅炸子雞嘅運。好啦，去到2012年咧轉運啦，貴咁。金啊最怕貴啊，點解咧？因為貴係嗰啲坑渠水啊嘛，咁你整到把劍啊，絕世好劍都生鏽啦，大哥係嘛？但係又唔係話好差，點解咧？因為下邊又冇乜刑害喎，同埋你以寒命人、熱命人所講，冬天出世閒事喎，其實都啱佢，只不過對比壬辰呢個運差啲咯，咁都係順，都係靚嘅。同埋好似2012年開始，啲媒體話佢嗰個戀愛嘅取向有啲問題啊嘛，咁唔知關唔關呢個事啦？咁跟住到而家2022年咯，甲午啊，好奇怪啊！甲午咧，首先甲己合。即係庚變甲就靚啦，甲己財合咗個幾，即係可能一個長輩一個人嘅諗法，令到佢生到個財出嚟嘅。但係可惜啊，唔去迎個丑啊，咁佢嘅可能佢嘅呢個唔係佢嘅官印啊嘛，可能佢自己嘅諗法或者
公司啊、上司，即係佢老闆啊，可能有少少壓力啊，俾到佢，令到佢破壞咗佢原本賴以為生嘅呢一處啊。咁但係其實又合喎，咁所以應該咁講啦，佢有呢嚿錢俾佢揾，但係揾呢嚿錢嗰個諗法，可能對佢有影響啦，對佢本身個人事業名譽有機會有影響。係啦，咁跟住今年啊，五年喎仲要，咁啊五啊，大家明啦，食個丑係又即係好壞又唔係好壞參半嘅，但係可能佢嘅官，即係佢可能佢公司啊，或者高層啊，佢嘅工作啊，俾到好大嘅壓力佢，即係任都係佢諗法啊嘛，俾到好大壓力佢，刑害佢呢個人，即係賴以為生嘅一處，但係有配合喎，咁所以唔知係咪咁樣混亂，一好一壞嘅狀態，令到佢呢幾日咁紅啦嗰件事，咁係啊，大家評論啦，同埋咧根據呢個某位蘇師傅名言啦，冬天出世起夏天啊嘛，啲火啊調候啦，即係咁啊，其實冇問題嘅，佢一路都行緊，同埋都揾到錢嘅，但係純粹可能有少少棘咯，即係佢揾錢嗰啲嘢咁啊，有機會危害到佢本身自己嘅諗法咯。咁但係冇理啦，香港社會最緊要揾錢㗎嘛，係咪先？各位網友都同意我講啦，就係咁啦。咁啊，張敬軒嘅八字就係咁啦。咁啊，今集係咁先。咁名人八字系列下堂，你想我哋下一集你想我哋講邊個啊？咁啊，下邊留言 like share comment 啊，好，拜拜。